后来继续正大消息，来看行政院长杜英泰日前下乡宣讲，讲只要国民党的立委王小玲要甲部会讨资料，拢要经过伊的同意才会当提供。王小玲真不满，今仔日伫个议会质询来质问杜英泰。未来翁小玲委员所有的所资，一律都要送行政院核定之后才能够送出。您说过这句话吧？哇，前面还有一句话。 我说我没有权利叫委员站在后面去，但是我有权利让委员的所知我这里了解。站在哪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说，很重要。重要的是说，你是不是说过这句话？我说过。有嘛？对不对？你有说嘛？对不对？我的所知你都要看过啊。然后呢，你要核定才能送出，对吧？是。请问院长，您现在看过我的所知吗？没有。啊，为什么没有？因为都不重要。啊，因为都不重要。对。是吗？ 是吗？都不重要，那你还说这句话，你就是造谣嘛？你就是你从头到尾就是空口说白话。从你一开始。另外，针对着军公教人员加薪3%这件代志，王小玲问讲，当时会当来入校，杜院长讲后个月就会发，而且来提醒着王小玲，都是因为预算红删减，才无法度确定这个进度。杜院长更加讲，王小玲是半通西。 对这个法律是半捌半唔捌，这是互王小玲更较火大来反呛讲，卖来质疑我法学博士的专业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